希望黄丽鸟以台南丰富的文化资产甲宗教传统等特色，伫总日顺向市府建言，除了关心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甲传承的重要性，嘛以高雄成功以国际演唱会引进上基拼经济模式。进一步希望咱卖当以在地国庄头特别的乡科甲传统文化，来发展乡科文化经济学。台南市应该发展咱的乡科文化经济学啦，你应该做清楚哈。你讲的应该不是8+9吧？不是。我今天跟你讲的就是说，你也看像白沙墩、香灯角，还有这个大甲妈绕境，都能够吸引到将20万以上的人口，所以这个是对台南市有帮助的地方，就是台南市应该来发展乡科文化经济学啦。这几年来，我们也精进我们的努力来经营我们的硬体设备，譬如说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将来有可能也要可以办类似的演唱会，只是我们那个是露天的，不是大巨蛋。所以啊，那你刚刚讲了，但是我们在此之前，我们要运用我们自己原先的强项，强项就是文化还有宗教，就是宗教跟文化结合在一起，就乡科文化，每三当一道所以这部分我一定会，就是你的提点我一定会针对这部分的文化，一方面要发扬文化。一方面吸引许多人来注重这个事情，对，卖讲乡科帮人一年比一年一年比一年较侪人，愈兴愈好然后那是老人，嘛是少年人的参与。另外，有关天马电台基地开发，原本规划文化创意园区招商无成，看起来建设遥遥无期。嘛，因为土地已经交行中央，所以希望黄丽鸟以新任文化部长小叶过去时常伫咱安南区行大基园甲设施，所以提出地方希望推动台语文化总部心声向市府建言。台湾新闻军籍林英庚采访报道。